吃饭个地方终于到着，面香汤不晓得味道哪哈？看上去那什么肉了哇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谁到这啊？我要去干洗了，我靠，130块钱。我打过来肉干饺子。现在在等啥呢？哦，那个一粒粒我一般菜不起来。吃了吧？来一块，来一块。我这张准备还吃。他的那个，好，再过了非常最还。一碗是2位数，3位是的那个火龙洞，干了那点点，还是呀？泰式鲜虾芒果色拉，一股子差不多0块。哎呦，那一大飞特子家。从来我估计个同人嘛，假是写到我来是那种节日。哎，那黄的啦一只鸡啊，你这比你吃不贵个。你的饭吃海，敞开那个位置让出来着。哦，爽得不得了。这个桌子能不能再擦一擦，把抹布搓一下，因为上面有一股味道。也跟我一样啊。哎，我个台子板清清爽爽，我带家婆里下去台上是一套台子。手跟阿嫂一样，哦哟，搓得来，我快点擦。地道叔叔，谁想让儿子屋里个台子还不是那顶清爽？还讲你个新妇三角，想出国的一吃熏，而且还特别低细，也得了外婆来屋里附近的一般店里下毛。发朋友圈免费送，进店收费免费送啊！羊毛你就薅起来啊，不要钱的啊！3周年店庆。那我买的话，我也送一个番茄，一个黄瓜，41块洋钿，臭他！那你送谁来着？哎，现在也吃个熏了，我就在一个豆青来着，趁1个钟头37分钟的起床。哎呀，你谁从我播出来的呀？有些娘娘是想到吃啥白吃啥，不能等现在也补水那些的，每个礼拜也记录，也这个水也摆入那个地。爱动地的，当然懂这个了。我都没夸吧。不正。给知道好吗？那个还在去晒汤。也是我生年三房。在你问他嘞，不让我去下，不让到2年去下。我这个饺子不记吃的的。我也吃的呀，我把筷子吃的4起5来，你晓得？来里没得干不动。我你3去吧。我记3个。写的烂同志。饭饺菜蛋5碗汤。如果我个5碗不冒得来呢，准备请我吃啥个汤讲？饭饺蛋汤。我得写的呢。最远的胡萝卜，给他后头吃得了。肉筒子几日天啊？分肉筒嘛。分肉筒。烂着干的。你3个你们2只蛋给着吧？一3个蛋，我一个3里来。哎，你吃到4点呢？一拍盖，哎呀！儿子，那个饭店里在哪样做的？搿趟啊？哎。你哪得学得来个家？扬州菜。黄瓜拍海拍大手。哎，那个花粉不脱吧？哎呀，那个没看。谁哩啊？你记住我比得一张聪明的家哈？长大仔，我要做长辈仔。光么这样哭啊？我要变成男女仔，我要变成平台男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台娇娇。哟，原来不像狗呀？哟。哎，我来我3个。拌一拌饭饺。饭饺有个么南芋糕还没给。你不相信我饭饺汤拌个饭饺子个，洗好哦。2菜1汤，开吃。谁哩啊？剩饭娘眼来啥去啊？吃来我笼子上的也吃那个了。你哪已经吃那个了？你不等吃，多吃啥子？